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看到竹啊，事实讲，竹啊实在是助人真济。毋若讲竹啊会当变在地多样，咱竹笋食着嘛安尼真好口味。前回国情啊，伫咧讲咱的小报歌内底吼，往往拢是见景伤情。眼看风景，心内才会产生感情。其中原来有一首真有意思。咧学到你所爱的迄个人，生做吼，互你安尼真介意。啊，用竹啊来比拼呢？用啥？用绿竹笋来比拼。这首四句联小报歌讲：君仔生水白稳稳，目睭浮飘定相顺。人拢知影讲定相顺，目睭定顺，就是安尼真诶成人诶心肝。菜中可比绿竹笋，花中可比牡丹盆。是啦。我用实际的描写，我无法度讲迄个13天地外，我就是讲我眼来看到我介意的花草，我来比拼讲我对你的意爱，毋则讲菜中可比绿竹笋，啊若花中可比牡丹盆遐尔啊高贵，啊因为我着对你心肝拢互你生气，安尼对调调真意爱，所以平相思的时阵，原来共款用树丛来描写呢。即句讲门前一丛相思丛，相思病老毋知人。有影啦，人伫咧相思吼，规丛树啊呢连，啊毋过先生就是咱台湾话古早咧讲医生啦。先生来看讲无望，大心的来看好当当。所以毋知影讲，就是爱对症落药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即个相思的心情，相信讲少年捌乱来过，你拢会当体会。规丛相思丛，先生来看讲无望，就要练啊咧。大心的来看好当当。过来讲一条，原来是树啊，讲叫做大树倒落头向天。规丛树啊若倒落，有影啦，头就向天啊。第二句，即句讲架下落水会光连，架下就是竹叶啊。台湾话咧讲诶。架下落水，有影架下拄着水会光连。啊，毋过吼是咧讲吼，你缘投毋通安尼风神啦，少年风神毋免等，有人比你较少年，所以毋知影讲所爱的人，伊都无照咱的心愿，我爱伊都无爱我，所以用一条小报歌，袂说讲来甲提醒一下：大树倒落头向天，架下落水会光连啦。啊，这种见景伤情，拢要讲道具的尔。讲你少年风神毋免等，因为有人比你较少年。